政府积极推广离化风电，研究学者发现讲，离化风电时间产生的噪音会造成海洋、海底这些生物听力受损、扩大、严重甚至会死亡。研究嘛发现讲，船只航行产生的噪音嘛造成海洋的环境污染哦。学者是提醒业者和政府，都要重视水下噪音的防治。离化风电施作的时阵所出现的大众声音、屏噪音，研究团队透过水下麦克所收到的水下噪音，长期来看，对海底海洋类的生物拢是干扰，真正有可能失去栖地，改变因游动的路线，严重有可能导致着听力损害，甚至死亡。对身心状况来讲是会有长期的危害，加上中华白海豚现在数量一直在降低当中，所以我们就很担心这样的一个长期影响，其实对这个族群或是当地的环境是不健康的。这种声音可能对海洋生物造成的影响，拢记录在这本册内底。内容嘛写着离化风电距离就算搁较远，低频噪音拢有可能透过水下快速来传，影响着生物。而各国贸易往来边缘所出现的船只噪音，嘛是海洋环境污染的主因。他们拉了远了，拉了几公里之外，甚至更远的距离。那比较不 OK 的状况是，我们声音在水里面传递的距离远比空气更远，特别是低频的声音。学者认为开发的行为无可能避免，但是会当参考着国外经验，亲像是大型工程咧进行的时阵，伫飞越轨迹也是大型海底海洋会经过的路线，设置着警告的装备，提醒船只应该适当来减速，避免着噪音，才会当有缓冲的空间。嘛，呼吁社会大众都要重视常常会互忽视的水下噪音的问题。记者王刘婷丹、hen坤cường报道。